这个光复乡酸长严重，有真侪乡亲是有路无厝，暂时住伫收容所。有一个查某囝赶远路，经过100多公里回到家乡，总算早起伫大井国小找到妈妈。两母仔囝一个见面，目屎随流落来，小染是染甲条条条。这查囝看到妈妈平安无代志，总算会当放下心肝硬硬的大石头。 听说找到妈妈了，是不是？查囝将老母揽条条，都惊手一个棒，老母对不起，哭甲目屎流，目屎滴。老母也将查囝揽咧哭出声，惊失去亲人的惊吓甲无助，所有不安的情绪全部拢化作无声的目屎。还有许多灾民呢，是还没有和家人联络上，或者是联络上的家人，不过还没有见到面。看到母亲呢身体状况无虞，终于能放下一颗心。落昨日大水淹入家园，老母也失去联络，查囝正着急，等2天才等到阿母的消息。 已经对桃园的高山赶回的故乡找因妈妈，就是为着要亲目睭看到母亲健康平安。两个人染条条，一直切目屎。就有认识的阿姨看到我嘛，这些都是教会的人，然后看到我，就他说阿姨还好吗？你们吗？原来这么还好吗？我还好。我说妈这边好，那谢谢你们了。虽然人是平安，不过温暖的避风港却也无法度搁大。 想起失去家园迄一刻，老母亲也是会惊。在那边一整天，那边干那个水妈妈很大，哎，好，怎么这么大？好像海狼鱼啊！80多岁老母亲，红队厝灵柩出来了后，红带去大井国小安置。看到妈妈很开心哈。平安就好了。连咧找过来收容所，经历过几礼拜的焦虑甲失望，找到老母了后，总算会当放下心内迄粒大石头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